疫情转好，也毋过最近一寡中小企业受到政府要求讲，因爱行前2档向政府申请纾困补贴的钱的公文哦，也正是表示讲防疫才打放零景气嘛阁无介好，因的压力是阁真大，望讲政府会当阁加互因一寡时间。 疫情影响3年外，产业受冲击真严重。现主时防疫当咧豆豆开放，希望中央有提供贷款，予中小企业来申请。但是有企业表示，进前疫情期间的纾困贷款，现主时煞有人要求爱一摆行了，压力是真大。也有企业认为，希望纳税会使有春秋的空间。 疫情的时间比我们预期来的长的情况之下，现在政府如果需要一次性的收回这个纾困的金额，我觉得其实对于好不容易才从这个疫情慢慢结束，有一点点康复的情况之下，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。今天一个公司它有几百人100人左右，它的劳健退可能加起来就极高。 那这也是无法规避的。我在这个延缓上面，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时间？然后营业税是不是能够减半，在一个短时间之内？国发会景气定好，连续2个月拢是拿定。国机构也估计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无悬。有企业表示，今年景气要是无看好，希望各方面拢会使有春秋空间。针对景气，学者认为，西方国家经济、政治情势无稳定，市场需求动点等等，拢是无乐观的主要原因。 捷安特的单车库存已经到了爆仓，整个手机的销售，尤其是高单价手机的销售是已经萎缩了一半，所以这个部分都不用怀疑。一旦消费信心也随之崩解，其实全球生产链它的整个经营成本就会上升。有研究机构估计，台湾要等下半年景气才会起崩，不过也是有学者无该看好，讲若要登起前几年的水准是真困难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